好，大家好啊！又係四眼仔啦。今日嚟到呢個頻道咧，咁再同大家介紹一啲新嘅眼鏡啦。咁今日咧會同大家介紹另一個牌子。咁係咩牌子咧？依家會同大家講講。嗱，好啦，去到呢個畫面啦，大家見到咧就手上見到有一盤眼鏡啦，見到有兩隻款式啦。一款咧就比較圓形嘅圓鏡啦，咁另一款咧就係一個方鏡嘅設計。呢一個咩牌子咧？呢一個叫做 Thom Browne 啦。個牌子其實源自於美國嘅。有兩隻款我想同大家介紹下啦。你見到有幾隻顏色嘅，咁有包括銀色啦，有黑色啦，有藍色啦，同埋有金色嘅。我會認為比較推薦咧就係呢一款嘅藍色啦。藍色亦都有圓形嘅鏡框，亦都係有方形嘅鏡框。我都會再介紹一下嘅。呢兩個嘅系列咧，其實咧都有各有特色嘅。而你平時去揀呢啲嘅眼鏡嘅時候咧，可能未必咧會中意咧一啲圓形嘅眼鏡。呢一個方形我覺得都唔錯。但係唯一一樣嘢咧，我會覺得咧大家係未必有部分人士未必適合，就係話如果係一啲嘅深度數近視咧，鏡片比較厚咧，呢一隻咧可能就未必適合啦。因為咧本身呢一隻嘅呢一款嘅眼鏡咧，佢做嗰個嘅質素啦，同埋佢個厚度都比較薄啊，就相對咧，如果你喺擺鏡片上面方面咧，如果太厚咧，就會形成一個重量，同埋咧冇咁好睇。我會介紹一個咧就係藍色款式俾大家啦。呢個款式咧，我覺得最特別咧係咩咧？因為咧Thom Browne咧，我諗如果你有認識或者你有買過佢嘅產品啦，佢以紅白藍三隻顏色去做一個嘅gimmick啦，同埋一個叫標誌性嘅一個嘅顏色啦。你見到佢副眼鏡咧，基本上藍色嘅設計就喺個鏡框度啦。而兩邊鏡鼻嘅位置咧都有紅色同埋白色嘅一個設計。好明顯咧，凸顯出咧成副眼鏡咧，佢做出嚟嗰個嘅一個嘅叫做標誌性啦。同埋咧辨識度都相對比較高。呢一款咧亦都可以咧更換咧矯視鏡或者係呢一個嘅太陽鏡嘅。我覺得咧係唔錯嘅。好啦，另外咧就圓形嘅呢一款嘅眼鏡咧，其實咧黑色咧我都覺得係唔錯嘅。黑色咧其實比較沉實少少啦。鏡嘅鼻托咧，其實都係用嗰個金屬嘅設計啦。相對嚟講，金色加黑色咧，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覺得係平實得嚟咧，就容易襯衫，而且咧係比較上我覺得接受能相對啲高啲嘅。如果另一隻顏色就亦都係藍色啦，藍色啱啱都講過啦。個設計上邊咧，只係個鏡框係有個形狀唔同之外咧，其他基本上都係一樣。我覺得如果你話其他顏色啊，可能金色啊，或者係銀色啊咁樣咧，其實唔係話唔靚，不過比較起上嚟嘅話咧，我會覺得係藍色同埋黑色會比較容易接受多啲。同埋咧，佢本身佢嘅顏色叫啞色嘅設計啦，或者叫磨砂嘅設計去做呢個眼鏡。金色呢一款，我認為咧冇咁容易襯衫之餘，又唔係咁多人會接受到，因為呢隻金色都係偏帶黃咗少少咯。我覺得如果你去揀嘅話，可能咧真係試咗上去咧，多數都係會藍色同埋會黑色係會比較適合咁樣咯。售價方面啦，出邊咧大致上咧係講緊差唔多5字頭啦，5000零蚊度啦。5500至到6000中間呢啲價位啦。但係當然啦，你買就買佢設計啦。你可以去嘗試喺唔同嘅眼鏡鋪頭，或者你喺平時買開眼鏡睇下會唔會揾到呢個牌子啦。如果有嘅，亦都建議你可以嘗試一下戴。呢一個係比較偏薄嘅輕巧嘅設計嘅。如果你比較中意呢一類型嘅眼鏡咧，其實咧呢一個牌子都我覺得係可以接受，亦都係我覺得係可以成為你選擇嘅其中一樣嘢啦。好啦，今日就大致上咧就輕輕講一講咧呢一個牌子俾大家認識下啦。中意呢條片咧，歡迎你 like and share 啦。亦都可以咧係留言俾我咧，可以我都俾多少少資料俾你啦。今日咧就講到呢個為止啦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